啊？哎呀，那小子不会是第一次见到海，玩得忘乎所以了吧？雷无杰还有哪些优点？你就不好奇吗？你说叶若依现在在干什么呀？你也认为他在想我？我有一个猜想，萧若风是死了，可琅琊王还在。不知道那家伙能拖住卢剑仙多久。当年的琅琊王一案，仿佛有一双手在暗处想要操纵些什么。哼，想弄我萧瑟师弟，得先问我们2位玄月城的师兄答不答应。心魔眼，老和尚就是想得多。观潮客栈，我们又不是没钱住店，为